Yo yo yo，又到咗神經刀自在道嘅時間，繼續由我 Michael 聽 Life Seek Understanding 另類神學教育平台嘅創辦人啦。咁即係唔經唔覺咧，都應該做咗2年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個人自己搞啦，唔係搞得幾好啊。咁同埋越嚟越忙啦，咁只能夠每個禮拜錄住 podcast 先。咁嚟緊可能就即係教會又要我講道啦，又成日不過唔係講中文，又講英文，又好勁啊！我啲英文可以大派用場啊！國家終於用我啦。咁唔好講咁多啦。咁如果你係即係唔好彩地，因為呢個演算法即係嚟咗聽呢個即係比較另類嘅即係神學基督教嘅 podcast 咧，咁我歡迎你。咁我係 Michael 啦，咁我專係即係講一啲教會同埋神學院比較唔敢講或者講唔到嘅議題啦，咁我都嘗試用10零分鐘呢個時間啦嚇，咁講一啲主題。咁我今日想講咩呢？今日我想講關於 Gen Z 啊，Z 世代同呢個即係基督新教或者基督教或者即係一啲靈性上嘅一啲複雜嘅關係啦嚇。個主題咧我未諗到，應該錄完之後我就會諗到噶啦。咁請大家耐心等候下。咁我主要都係想講下，即係講翻啲悶啲嘅題目啦，因為前幾集都講咗一啲即係比較即係跟住個 trend 去講啦。咁但係就個 trend 一沒落咗少少，我先講嘅。咁但係今集就想講翻少少深深地嘅嘢啦。不如講下 Gen Z 啦。咁我都有啲研究嘅咁樣啦，係啦。可能悶悶地，不過講下數字俾大家聽下點解，即係我哋前排就講話Z世代嘅人即係中意睇聖經，可能翻教會嘅數字即係有所增長，但係咪虛火嚟呢？定係還是真係一個實際嘅復興呢？咁所以我今集想同大家講少少一啲背景資料，等大家即係溫習下咁樣啦。唔講咁多啦，咁我哋進入正題啊。啱啱頭先都有講過啦，即係好多人，即係好多年青人啦，自己讀聖經或者可能返教會多咗啦。但係好多時咧，當我即係接觸開呢啲即係本地嘅年輕人啦，唔係講緊香港人啦，真係本地外國鬼妹鬼仔嗰啲。咁我通常話，即係你咁愛主啊，咁你會唔會讀神學啊？咁樣去神學院，跟住就會烏鴉就會走出嚟，即係尖叫，突然間鴉雀無聲㗎啦。咁我就不斷即係都諗緊呢個問題，即係點解咁愛主咁中意讀經，但係對神學冇興趣呢？神學教育又即係一直都係停滯不前啦，而且係每況愈下添。呢個問題呢，唔單止喺香港嘅，外國呢都好嚴重。咁所以我都想探討下啦嚇。咁呢個即係Z世代 Gen Z 啦，或者我哋即係再後啲嘅年代，即係叫 Generation Alpha 啦。咁佢哋冇經歷過我哋即係上一輩講嗰啲即係傳統意義上嗰啲宗教復興咩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咩靈恩派啊嗰啲。就係佢哋呢一個世代嘅人咧，就停止咗呢個即係基督新教或者返教會或者讀聖經嗰種50年嘅跌幅啊。同時佢哋真係好着重呢個信仰實踐啦，即係本身我教會都係一啲好傳統好禮儀嘅小教會，咁但係可能我哋做服侍即係做 community 做得多咗啦，好多後生仔翻，包括即係我啦，扮後生，咁亦都即係根據呢啲數字顯示啦，聖經 Bible Apps 咧即係使用量咧就創咗即係個新嘅紀錄啦，跟住好多人浸禮啦，咁但係咧神學院嘅人數咧就係不斷下滑嘅，咁亦都即係我都有唔少機會咧喺即係本地英國神學院見工啦，咁好多時即係佢哋嘅人工咧都係地底嚟嘅嚇，咁所以都請唔起我啦，同埋即係相關研究之後都發覺有好多神學院要搬遷啦，因為頂唔順啦，要執甚至乎執笠添。咁整體其實教會嘅出席率咧，雖然就即係近來啲數字顯示，即係升咗少少啦，但係你拉長啲，好似飲元帥咁樣拉長10年到20年咧，其實一路都係處於一個低位啦嚇。咁呢個唔係你父母嗰代嘅基督教嚟嘅，甚至可能係即係根本佢哋唔中意呢個制度形式嘅基督教啦。咁其實數字講緊一個即係既穩定，亦都唔係一個復甦嘅古仔啦嚇。咁講緊美國嘅即係資料啦，我睇到係即係英美一啲數字一啲研究啦嚇。咁70年代咧出世嘅美國人咧有63% 係基督徒嚟嘅，起碼自稱啦嚇。
咁80年代出世咧就只有53%，咁90年代咧就只有40%。咁關鍵咧就係00年代出生嘅人咧，咁穩定地都係喺46%喎。咁呢個即係平穩期啦，所謂叫做經過呢幾十年嘅下跌之後啦，咁發現咧，即係喺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咧，有年輕一代嘅人咧冇明顯變得比上一代人咧更少接觸呢個宗教信仰嘅，而繼續參與宗教信仰嘅人咧，出席教會人數啊更加出乎意料人之外啊。咁Z世代返教嘅人咧，而家每個月咧都會去1.9次即係教會啦，咁即係每年都有23次崇拜到，咁啊1.9次啦嚇。咁相比起嬰兒潮嘅一代咧，只係即係1.4次啦。咁呢個都係歷史上嘅即係創新高啊！我認為係。咁最年輕嘅敬拜者亦都係最投入喺教會嘅即係服侍啊或者崇拜裏邊啦。咁與此同時啦，所有美國人對耶穌基督即係認識耶穌基督好，或者自稱係基督徒啦。由疫情即係講緊新冠疫情啦，由2021年嘅54%，低位咧無啦啦激增到2025年嘅66%啊！咁係有12%百分比咧升幅咗，大概喺美國有3000萬多個即係成年人啦。咁主要嘅對象都係Z世代同埋千禧世代嘅男性推動嘅，咁分別增加咗呢個15到19%嘅百分點。咁喺呢個統計上面嘅穩定呢，咁就即係掩蓋咗一個好深刻嘅轉變啦。同一個年代又停止咗啲即係不斷數字下滑啦，即係教會人數即係參與度。咁同時都拆解咗維持咗即係美國基督教幾個世紀以嚟嘅制度框架啦。咁可能就係因為而家啲人中意用手機讀聖經啦。咁 YouVersion 咧，即係每一日都有1400萬嘅活躍用戶啦。咁有一啲即係可能 TikTok 啦，即係有幾百萬嘅追隨者嘅 TikTok 嘅網紅開始講一啲神學啦，就唔係從呢個神學院去講去認識信仰，而係喺 TikTok 啊。咁返教會嘅次數亦都喺佢哋即係一啲祖父祖母嘅人數之上啦。咁呢個相比之下咧，咁啊神學院招生嘅辦公室就即係招生啦嚇，咁就對比之下好危險噶啦。咁咧其實係即係喺讀呢個碩士啦嚇，神學碩士啦，自從喺2018年之後咧就下降咗9%，sorry。咁天主教嘅神學院係天主教都有神學院㗎，咁就一年下降咗8%。咁喺英國啦，咁英國真係喺今年年初啦，出咗個報告，就係根據英國聖經學院咧，咁超過有50% 嘅即係英國一啲教神學嘅學院啦嚇，咁2年內咧就會有一半咧就即係關閉啦。咁呢個即係相比起而家好多人即係Z世代嘅人返教，但係神學院就一半執笠咧，呢件事都係我覺得好諷刺嘅。咁同一時間啦，即係喺Z世代呢個我叫做即係自稱基督徒又好，或者係返教嘅人都好啦，有一個即係性別嘅幾有趣嘅即係研究啦嚇。咁亦都係應該係美國史上第一次啦。咁就係後生仔男仔係講緊比後生女更加虔誠嘅。咁喺Z世代裏邊咧，39% 嘅女性認為自己係冇宗教信仰。咁相比之下咧，男仔咧就只有34%。咁呢個逆轉令到追蹤咗幾個世紀咧，女性較高虔誠度嘅研究人員都感到好震驚啊！咁當呢個嬰兒潮一代咧離開即係宗教嘅時候啦，外流嘅人口係有57%係男性。咁當Z世代離開嘅時候咧，54%咧係女性。咁有學者就認為啦，呢個稱之為美國非宗教化嘅即係平穩期啊。咁呢個平穩期咧就唔係好均勻啊。咁Z世代嘅男性咧唔止係維持即係中意即係信仰呢樣嘢啦嚇。咁佢哋返教會嘅次數仲多過即係一啲嬰兒潮嘅千禧世代啦，作為 X 世代嘅男性。
咁佢哋嘅出席率咧都比較穩定嘅。咁呢樣嘢都係我自己真係親自喺教會即係 I-Witness 有好多男仔係翻我教會，唔知點解。我本身我教會係一啲即係上咗年紀啲婆婆翻嘅，同埋一啲姐姐嬸嬸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我翻咗之後啦，令到教會復興啊，所以好多後生仔翻，同埋我哋有時真係完咗教會就去附近一間酒吧飲酒傾下偈咁樣，佢哋又中意聽我講嘢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我讀神學啦。咁但係 anyway， 我哋繼續講翻一啲數字嘅嘢啊。咁 Z 世代嘅女仔咧，就出席率咧係2016年嘅29%，跌到去2024年嘅19%啊。咁呢個數字咧，即係由一個即係公共宗教研究所，即係英國啦，咁去即係所得出嚟嘅結果嚟嘅。咁女仔咧，而喺歷史上面咧會比較做更多義工啦。根據呢個研究，咁維持即係同信仰或者同會眾之間嗰個聯繫會多啲啊。咁點解突然間女仔會跌呢？即係信耶穌嘅人，咁呢個可能就係關於一個政治同文化色彩有關啦。咁啊，就根據數字啦。咁根據數字顯示咧，其實有61% 嘅Z世女性咧認同自己係一啲女權主義者。咁65% 咧相信教會唔平等啊，即係對於宗教，即係對於呢個性別議題啦。咁20% 咧就認同自己係 LGBTQ+ 啦，唔好問我咩叫 LGBTQ+ 啊，即係有排解釋啊。總之自己問 ChatGPT 啦。咁相比之下咧，Z世嘅男性咧就只有15%。咁當被問到點解即係啲女性離開即係宗教或者教會嘅時候咧，佢哋就覺得即係60% 嘅引述咧係對，因為教會對一啲同性戀者嘅負面對待啦。咁與此同時啦，後生仔就越嚟越多即係中意揾翻一啲即係保守啲嘅基督教信仰，或者一啲即係根基，可能即係身份認同危機，或者唔知自己都知道自己喺邊度，想揾翻一個 roots 啦。咁一啲研究人員就警告呢個係比較一個唔係幾好嘅即係狀態。咁點解唔係一個幾好嘅狀態？就係因為即係女性基督徒啦，或者女性對於即係佢哋對宗教信仰有啲興趣，都選擇離開基督教啦。點解？因為喺佢哋眼中覺得即係教會或者一啲宗教團體一啲厭女啊、討厭女性嘅機構。咁但係留得低嘅人啦，咁承諾程度咧，或者一個 commit 嘅程度咧，都大幅提升嘅。咁一啲報告就話啦，咁就話對耶穌基督作出個人承諾，有66% 美國人就顯示咧，即係佢哋會對基督作出承諾，係自稱自己基督徒啦。咁呢個係歷史新高啊！咁亦都由疫情最低高嘅時候54% 上升啦，即係有54% 上升咗。咁值得注意嘅係咧，近35%唔認同自己係基督徒嘅人咧，仍然話佢哋係信耶穌嘅，不過唔返教會啫。咁呢個即係分裂啦。而家講緊兩個Z世代嘅古仔啦，一個咧就係越嚟越世俗啦，脫離機構啦，即係一啲宗教團體啦，主動敵視呢一啲教會機構啦嚇。咁另一方面咧，有一啲人即係突然間好虔誠、好參與，話係咁頻頻出席啲宗教活動聚會啊，亦都好投入，即係聖經世界或者信仰生活諸如此類啦。咁中間可能即係中間 middle ground 嗰啲啦，咁就可能一啲隨隨便便信耶穌嗰啲人啦，或者可能即係之前大家有聽我講，即係 podcast 就係 religious but not 即係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啦，即係有靈性但係冇宗教嘅人啦。咁但係可能即係偶爾地復活節，即係大時大節、聖誕節就會翻下教會嘅人啦。咁亦都呢啲人咧，中間地帶即係中間呢個層次人咧，逐步消失啊，好似真係走咗兩個極致咁樣啦。咁呢個我覺得值得都幾有趣嘅。咁可能就係因為而家即係經歷完，我覺得啦嚇，即係比較學術啲咁講，經歷完一個後現代文化嘅洗禮啦，大家都唔想再解構落去，因為解構落去咧，即係 deconstruct 曬所有嘢咧，都冇咗個 root 啦。咁所以就各走極端啦，一啲就翻去一啲傳統保守基督教派別，即係覺得即係聖經可信啊，聖經無誤啊，聖經啱晒啊呢啲啦，即係腳走極端。另一個極端就係即係出走教會，自己揾自己嘅信仰啦，冇中間嗰個層次。咁係咪好事呢？呢一個都係即係值得被疑問嘅題目啊！咁
咁其實因為而家即係 AI 即係已經咁勁啦，即係你問佢一個問題，佢可以即係左中右派別嘅嘢都可以答晒你啦。咁所以即係究竟仲需唔需要有神學院嘅存在，定係唔使咁多神學院？其實唯一兩間即係專訓練一啲精英出嚟就得呢。咁呢個我覺得係值得。即係喺因為Z世代呢一個靈性探索裏邊，係我一路都思考緊嘅問題啦。頭先即係中間嗰啲喊嗰啲數字就唔再提啦。而家比較講，即係睇完晒呢啲報告、呢啲學術文獻之後，即係我一啲個人嘅感受咁樣啦。咁以前即係未有 AI 嘅時候，大家都可以上網 search 維基啊咁樣。但係而家有咗即係人工智能嘅時候，你可以問佢一啲問題，然後佢可以即係細水長流咁答你。咁當然你都要 verify 要 fact check 啦。咁但係我相信佢嘅答案會答得比一個普通一個 professor 更加全面，或者甚至乎比我更加全面啦。咁我自己都會用下 AI 做嘢啊，即係答 email 或者揾一啲答案，揾一啲諸如此類嘅嘢，即係無可替代地，每一個人都會點樣都多多少少或多或少都會用下 AI 呢個功能，一個人工智能啦。咁所以即係我哋仲需唔需要喺神學院即係受訓呢？我都覺得需要嘅。咁但係咪真係咁多呢？即係二線或者三線嗰啲神學院咪要執一執呢？或者要重新轉型呢？咁我其實點解會講呢個題目呢？咁就係因為試完我而家 join 咗英國神學研究協會，咁我做咗而家嘅 committee 啦，咁樣咁啊，即係點解我會 join 咗呢？即係前嗰幾集都有講噶啦，唔再喺度重複啦。咁所以我而家係即係同一班即係頂尖即係本土神學家即係搞研討會啦，搞緊4月嘅。咁我哋都諗緊即係神學已經係一個 failure 嘅即係 discipline 啦嚇。咁喺呢個 failure 裏邊，我哋點樣即係面對自己嘅 failure 重新上路呢？究竟神學仲搞緊啲咩？可以研究啲咩呢？即係而家已經 AI 可以答晒啦。咁呢個問題即係一路即係都有一個即係本土一個好出名嘅神學家啦，咁佢哋都即係問我哋唔同嘅 committee，我哋喺我哋嘅神學院啊或者圈子喺度做緊啲咩啊咁樣。咁好多即係除咗我之外啦，其他都係即係傳統喺神學院教書，佢哋可能搞一啲跨學科嘅嘢啊，或者可能搞 part time 啊，或者搞一啲 online course 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呢一樣嘢都係冇走出個 box， 冇 thinking out the box。成日講話 thinking out the box， 即係完全都仲係喺佢自己嗰個安舒嘅地帶，佢哋即係教課程教神學。咁跟住我就被問到啊，咁我點樣去推廣神學呢？咁我就話即係將即係 make theology become pop culture。咁所以我意思即係話將神學變成一個即係流行文化，甚至乎再大膽啲就係 make theology great again。咁但係我呢個進路咧就唔係搞緊嗰啲即係喺神學院教書啦。咁我都自己試過去 apply 啲神學院工作，都唔成功啊，好多原因嘅。其實即係 podcast 都有講啦，前好多集之前唔重複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用翻靈性角度嚟講，真係上帝好似唔係好想我喺傳統神學院教書，即係唔想我安享晚年，輕輕鬆鬆鄧子峰。咁所以即係走一條好難行嘅路啦。即係我又即係繼續搞神學，同時間又做咖啡師啦。咁如果大家有追蹤我都知道，咁啱我而家嗰間做緊嗰間即係咖啡店被倫敦選上為最佳即係獨立咖啡店啊，攞咗大獎啊！咁所以即係我應該即係舐住三味啦，咁我係威威豬咁樣啦嚇。咁喺咖啡店又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啦，前嗰幾集都有講一啲即係離散咗嘅基督徒啦，跟住有啲可能即係唔方便講嘅基督徒啦，一啲好敏感嘅基督徒啦，會特登嚟咖啡店問我，即係咖啡店變咗一個即係神學對談啦咁樣。我其實幾 enjoy 嘅，咁我又唔使點樣被 verify 或者 qualify， 即係大家互相溝通講聖經講上帝，互相祝福大家咁樣。咁係一個即係一對一嘅，即係嗰啲即係我唔知有個 tutorial 係嘛？我唔敢話我係 tutor 啦，咁但係互相學習。咁我覺得呢個先係即係在地嘅神學我做緊嘅嘢啦，我都好中意我而家做緊嘅嘢，亦都覺得即係呢個可能係上帝一路喺我即係錄咗咁多集神經都自動賣幾集，大家如果有聽開都見到我嘅即係轉變啦。我其實幾 enjoy 做緊而家自己嘅嘢，即係一方面繼續研究神學啦，一方面又喺
咖啡店，即係接觸唔同嘅人啦。咁亦都見到好多人同事啦。咁但係咁啊講下咧，其實已經咧去講到20分鐘啦。咁所以呢個題目咧留翻即係下集再講，可能要分幾集講添。因為 Z 世代咧係我近排研究嘅題目，其實有好多數字想同大家講，其實係好有趣嘅。即係睇到數字研究嘅時候，係發覺真係即係神學院即係咪應該仲存在於世上咧嚇？我覺得我呢一代啊，即係所謂我有呢啲所謂博士銜頭嘅人，我覺得完㗎啦。過多一兩個，即係過多幾年之後，唔會再有人讀博士啦。因為即係 AI 答晒你咧，其實博士都好多餘。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虛銜嚟嘅。不過但係即係人類始終都係中意睇呢啲虛銜啦。咁我亦都唔抗拒呢個虛銜嘅。咁但係係咪真係需要咧？咁樣咁我最尾我想講一個古仔啦。咁我可能真係前幾集都有講過，咁就係即係當我喺一個即係喺咖啡店工作嘅時候啦，咁有一個年青人佢係返本地即係教會，咁佢話即係好想讀神學博士咁樣。咁我就話唔好讀，我話即係你究竟讀博士係咩目的先？即係你係為咗虛銜定係即係為認識上帝咁更加多？咁佢都好坦白，佢都係為咗個銜頭。咁我話如果為銜頭咧，你就唔好讀啦，應該會抑鬱嘅咁樣。佢話佢想研究即係本地倫敦教即係華人教會嗰啲歷史文獻咁樣。咁我話。即係咁呢啲就唔需要博士先研究嘅，你平時讀即係研究下啲 archive 咪得咯。即係讀博士其實你對即係研究完對呢個世界有乜貢獻先？即係如果純粹係為咗個 title 自己即係講得粗俗啲，自己打飛機咧，我就唔建議啦，又嘥錢又嘥時間。即係如果你有獎學金，好似我咁有全職獎學金，你咪讀咯。佢又話即係可能教會想資助，會資助佢嘅咁樣。咁呢啲後話啦。咁但係我想講就係。即係去到呢個世代有 AI，即係Z世代嘅年青人或者基督徒開始都追求比較偏多靈性嘅嘢，係咪仲需要一啲咁純粹學術？即係啲人聽唔明嘅，即係所謂一啲學術研究嘅嘢。寫埋嗰啲冇人睇嘅學術期刊，可能得百幾人或者千幾人，甚至1萬人。但係可能你做一盤好啲嘅生意，你可以養到幾代人喎。好似即係我之前講，即係好多傳統基督教即係搞公司嘅古仔啦。前嗰幾集都有講，唔重複喺度。咁呢啲反而我覺得有意義，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啦。好啦，咁啊，即係嘥出咗少少啊，講下呢個即係我喺即係咖啡店嘅奇遇。咁我希望下一集。即係再講多少少 Jans 嘅嘢啦，繼續講即係呢一個即係數碼門徒訓練同埋即係一啲網上神學家，即係點樣可以做網上神學家咧嚇？即係唔需要即係再搞傳統嘅嘢，點樣跳出自己嘅即係 comfort zone，唔做一個傳統即係喺神學院廿文廿武嘅神學家。真係站於天地之間，衝出國際地，做一個即係貼住塊地嘅神學家啦。咁我都努力學習中啊。咁啊，講住咁多先啦。如果你中意我講緊嘅嘢，雖然今集真係好多數據、好多數字啦，有啲悶。咁如果你聽完都覺得幾有興趣，想聽埋第二集咧，歡迎 follow Life Seek Understanding。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Michael Tan，神經都自在到。下個禮拜日再見，拜拜。